黑爺，今次我要介紹視覺錯誤。嗱，你望實，如果你用唔同嘅角度去睇，其實佢係咪旋轉中嘅線條呢？如果你使用唔同角度嘅去睇，你哋覺得係咪旋轉中嘅線條呢？你哋自己判斷啦。下一個，深藍色線條係互相平衡定係傾斜嘅呢？呢個我同樣唔會答，但係要你哋自己去思考。呢個就係視覺錯覺。其次，呢個你哋睇到呢個就係考驗你眼力嘅，你哋睇唔睇到有人樣喺度呢？你哋睇唔睇到任何人樣喺棵樹度呢？俾少少提示，其中有啲喺樹枝同埋喺樹幹度，底下根嘅部分係一啲都冇嘅。最後一個，你哋試下將你部機倒轉嚟睇，睇下會睇到啲乜嘢？呢個只不過係視覺錯誤嚟嘅啫。咁好啦，再見各位，呢部影片就去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